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4月7日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5篇，但以理书第3章第1节到30节，约翰一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辩护者。英文的辩护者 （Defender）。那用伫海军叫做防卫舰，通常配备非常好，有这个抵抗的能力的这个军舰。对美军来讲，这个舰队若组成，通常伫这个伫主力舰，也是这个航空母舰一边做防卫保护的军舰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军舰。有一个牌子欧洲的车，伊真高级的车型嘛叫做 Defender。伊内底配备当然嘛是真好啦吼，总是足好安尼吼。车的广告安尼讲吼，所有地形的网的系统啦吼。通讲因的车做起来是安尼高级中的高级车呢。今仔日的经文当然毋是要讲车，也是讲军舰，但是要透过这种的概念，提到着信仰中间的救恩啦吼。圣经讲这救恩就是白白得来，并毋是代表讲这个救恩无值钱，但是非常有价值。但是却白白来享受给世间人。上礼拜咱有讲到但以理甲伊几位的朋友受掠到伫巴比伦的代志。虽然但以理为着尼布甲尼撒王改亡，也受到重用，但是却有缘互人来陷害。也因为尼布甲尼撒王呢，做一个金像。爱全国的人拢来跪拜。咱伫但以理书第3章第1节到第7节，看到这个记载，尼布甲尼撒王做一座金像悬27公尺，宽3公尺，放伫巴比伦圣的多拉宾王伊调集。全体的总督、省长、县长、参谋、财务官、法官以及地方的官员来参加伊所做金像的开工典礼。这些官员拢来参加，徛伫尼布甲尼撒王所做金像的头前，传令官大声宣布：达族、达国。讲各种语言的人民着注意听这个命令。恁若听到号角、片琴、瑟、卡琴、鼓以及各种乐器的声，就着对随时拍败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金像。若有人无要拍败，就要即时甲伊掠去迄落伫焰火。得烧的药，所有的人、所有的人民，无论倒一族、倒一国，讲倒一个语言，一个听到正乐器的声，就拢着拍败王做的金像。但是但以理因甲过去同款，无要用偶像来跪拜，所以因就受到控告。但以理书第3章第8节到18节继续讲到，迄时有几个巴比伦人利用机会恶意控告犹太人，对尼布甲尼撒王讲冤枉万岁。皇上你有下令，所有听到号角、片琴、瑟、卡琴、鼓甲各种乐器的声的人，拢着拍败金像。若有人无要拍败，就甲伊迄落焰火得烧的药，
现在皇上你派来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这3个犹太人，沙德勒、米沙、阿别尼哥，因无服从你的命令，无要服侍你的神明，无迫拜你做的金像。尼布甲尼撒听了非常生气，就下令将沙德勒、米沙、阿别尼哥带来伫伊的面前。王问因沙德勒、米沙、阿别尼哥，恁敢真正无服侍我的神明，无迫拜我徛的金像？当恁着想好势，恁一个听着号角、片仔、琴、瑟、徛琴、鼓甲逐种的乐器的声，若迫拜我做的上就无代志；若无，我就只是甲恁迄伫得烧的火药。到时有啥神明会当对我的手头甲恁解救出去？沙德勒、米沙、阿别尼哥因王讲：尼布甲尼撒，这个代志，阮毋免甲你回答。阮若互你迄落伫火炉，阮服侍敬拜上帝，会甲阮对焰火得到的火药救出来。皇上，你嘛会救阮脱离你的手。就算讲毋是安尼，皇上你就知，阮嘛一定无要服侍你的神明，无要迫拜你徛的金像。所以咱看见但以理的朋友因坚决拒绝安尼的要求，因就是无去跪拜偶像，后来就受判刑。咱看见伫但以理书第3章19节到25节，尼布甲尼撒一个听着，对沙德勒、米沙、阿别尼哥非常生气，对因变面，就命令人甲火药烧较热，比平常时加7倍烧。佮命令几个勇猛的战士，甲沙德勒、米沙、阿别尼哥绑起来，迄落去焰火的火药。这3个人互人绑起来，迄落伫火药的时，要穿外袍、长裤、头巾，甲其他的衫。因为王的命令真紧急，火药佮真炎热，将因迄落火药的人煞互火烧死。沙德勒、米沙、阿别尼哥拢互人绑地，迄落去火药内面。迄时尼布甲尼撒惊一跳，赶紧站起来，对伊的参谋讲：互咱绑起来，迄落伫火药的敢毋是3个人？因讲皇上是啊。王讲：恁看，我有看到4个人无绑地伫火药内面行来行去，佮拢无着伤。因迄个第4个人看起来，好若亲像神明的囝。但是这是因为上帝亲自正做因的护卫者，保守看顾因，互因拢无受到伤害。因此，尼布甲尼撒就大声来叫因。尼布甲尼撒行近这个炎热的火药口，讲：至关上帝的仆人沙德勒、米沙、阿别尼哥，请出来我这。迄3个人就对火药出来。迄个总督、省长、县长甲王的参谋拢聚集起来看这3个人，看到因的身躯拢无互火烧着，连头毛嘛无烧着，衫甲裤无变色，佮无着火烧的味。尼布甲尼撒就讲：
就称赞沙德勒、米煞、阿别尼哥的上帝。伊派伊的使者拯救保护所有挖靠伊的仆人，因敢无服从我的命令，甘愿牺牲性命。家己的上帝以外，无要侍奉敬拜其他的神明，所以我下令，无论倒一个民族、倒一个邦国，讲倒一款语言的人民，若有人亵渎沙德勒、米煞、阿别尼哥的上帝，一定得甲伊斩断骹手，因的厝要变成做粪扫堆，因为无有别个神明会当亲像上帝安尼来解救人。后来王就高升沙德勒、米煞、阿别尼哥伫巴比伦省的地位。上帝亲自正做但以理伊的朋友的防卫者，帮助因来抵抗着人的歹的意思，抵抗着火的处罚，并且互因因为安尼来得到高升。这是上好的防卫者、辩护者。上帝也透过耶稣基督赏赐所有的基督徒。伫约翰一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提到着耶稣基督是咱的辩护人，就是护卫者。少年人，我写这是要互恁袂去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咱拢有义人耶稣基督伫爸的面头前做咱的辩护者。伊为了咱的罪，毋但咱的罪，也为了全世界的罪做赎罪祭。咱若有得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就知咱真正捌上帝。若有人讲我捌上帝，毋过无得遵守伊的命令，这个人是白贼。伊的内面无真理，毋过人若遵守上帝的道，上帝一听就真正伫伊身上完全实现。人若讲伊踮伫上帝的内面，应该照着耶稣基督的言行生活，安尼就知咱有伫上帝的内面。亲爱朋友，我写互恁的毋是神的命令，是恁对起头就领受迄个旧的命令，是恁捌听到的信息。总是我写互恁的诫命，嘛通讲是新的。这是对基督甲恁拢是真的，因为伫黑暗得要过去，真光已经得救。人若讲伊伫光明的中间，毋过怨恨兄弟也是姊妹，事实伊犹旧伫黑暗中。听兄弟也是姊妹的人伫光明的中间的生活，袂抵到互人绊倒犯罪。毋过怨恨兄弟也是姊妹的人是伫黑暗中间，伫黑暗中间的生活，毋知要去倒位。因为黑暗，互伊的目睭无看见。这个辩护是因为咱活出基督的生命，无搁再受到撒旦的攻击，就要来绊倒，嘛要互别人来绊倒。因为有主正做咱的帮站。诗篇135篇。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，着称赞上主的名。恁才会伫上主的殿服侍，咱伫上帝的圣殿埕伫服侍的仆人啊，恁拢着称赞伊，着称赞上主，因为上主至善，着唱歌学乐伊的名，因为伊仁慈，因为上帝拣选雅各归属伫伊家己。拣选以色列做伊的产业，我知上主伟大，咱的主超越拢总的生命。上主伫天顶甲地下，伫海中甲所有的深渊，拢照家己的意思做代志。伊互分布对天边海角称出来，
互死若带雨出现，对风对伊的仓库吹出来，伊将头壳顶生的埃及人甲精生拢拍死。埃及伊伫恁的中间行神业技术，对付法老甲伊的人神。伊拍败真济的邦国，拍败真勇猛的国王，就是阿摩利王、西宏甲巴珊王，佮征服迦南所有的王国。伊将因的土地互伊家己的子民，互以色列人做产业。上主啊，你的名留到永远。上主啊，万世代的人拢会纪念你，因为上主要为着伊的子民伸冤，伊怜悯伊的仆人。外邦的五常是人的手用银用金所铸造，因为有嘴袂讲话，有目睭嘛袂看见，有耳孔袂听见，有喙无开，做因的、我靠因的，拢甲因共款。以色列家啊，着称赞上主；阿伦祭司的家啊，着称赞上主；利未的家啊，着称赞上主；敬畏上主的人啊，着称赞上主。上主徛伫耶路撒冷，愿伊对锡安受称赞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恳求主伫阮面对强敌困境艰难的时阵，成做阮的护卫者，互阮会通赢过这个试炼，坚定的相信，坚定的军队主的命令，教导来行，袂抵到偏离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